大家好啊，我係馬斯。今日嘅 run down 咧就會先跑呢個 interval， 咁就跑4組，試一試個水溫先。因為咧太耐冇跑過步啦，差唔多有成3個月都冇點樣去訓練過。咁然之後咧就會再慢 drop 呢一個3公里，咁就睇下到時跑成點啦。第一組400米開始啦，跑完分半鐘，第二組400米又開始啦。第三組400米開始啦，最後一組400米。太耐冇跑 interval 啦，跑咗4轉已經頂唔順啦，唞幾分鐘，跟住再慢跑下先。真係3個月冇跑。完全唔掂，陣間見。呢個時候就休息翻幾分鐘先，跟住之後就再慢作3K。好，跑完 interval 啦，咁依家就慢蹬3公里，咁啊由沙田運動場跑翻去出面，跑去城門河，咁就慢慢蹬，做個有氧跑。目標個心率係要150以下。真係唔可以太高，會爆啊！真係。咁呢條就元和路嚟嘅，去到前面就有轉彎位，咁啊轉落去城門河嗰邊嘅啦。咁啊元和路有落場啦，籃球場、網球場，前面有足球場。嗱，裏面就2個元和路足球場啦。我哋細個踢波踢到大嘅，前面就係泳池啊。咁就由公共游泳池，咁啊要俾錢加一噸。好，轉彎入去城門河。沙田城門河有單車徑嘅，左邊就大埔方向。咁我多數跑去大埔嗰邊嘅。咁啊記得要小心啦，因為有行人路，亦都有單車徑。行單車徑咧，隨時會俾單車撞到咧，真係打死冇命賠啊！所以都係跑翻行人路。安全至上，去到呢個位就要小心啦，因為係行人路同單車徑嘅交叉點，咁啊睇清楚就部單車徑就一定要睇住啦。晏晝係特別多人踩單車嘅，仲要係啲速度係都頗快下嘅，因為晏晝少人跑步咧，佢哋就會踩得快啲。呢邊就應該係體院啦，體院蛙艇呢個位，就呢個位出艇嘅。會所1號啊，見唔見到啊？喺遠處嗰邊啊，好靚。對面海嗰邊就係第一城嗰邊嚟㗎啦，應該月明沙角嗰邊。賽馬會沙田賽艇中心就係呢個位。同埋跑城門河咧，有個地方唔好就係磚頭地啊！如果你着一啲好薄嘅跑鞋嘅話咧，你個腳板底係會好痛嘅，同埋佢係凹凸不平嘅，你要好小心，好小心。好，沿路接返跑啦！依家望下風景先。會所1號啊！補給站啊，佢哋當係補給站，踩得攰就買嘢飲或者整一整架單車。上返段小暗斜，仲有200米就到啦。好，上個大斜路，揼住，拉屎啊，揼住。跑完，由下面影上去嘅禾輋村。返到屋企嘅即刻飲返杯水啦。
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歡迎大家訂閱、留言、點讚同埋 share 出去，又係時候同大家講拜拜啦〜